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要走了。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我们的创作曲《月亮的如云》，掌声加尖叫！今天有一点冷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打拍子哦，这样手才不会冷啊。 谢谢各位，大家可以往中间集中，没有关系，对，好，因为很冷，大家彼此靠近才有那个能量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蓝线乐团最高的人，哎，最高的，我的家住在都立部落哈，大家有空的话，台11线啊，可以稍微晃一下，这边到成功差不多30分钟的距离这样。啊，我是阿美族人，我叫阿利奥，目前身高，差不多180之内了，180到190之间反正今天天气很冷，冷到我的舌头都打结了，给我拍手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一直笑你们，对啊，拍手一下OK， 那我们昨天有在铁花村唱，今天来挑战这里，还是
我以为说有人听到我的歌声还在看电影，应该会出来才对。有在退票的，在退票。他说退票扣50。好了，介绍一下我们从右边的乐手，介绍一下他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来自高雄茂林部落，属卢凯族，我叫布布洛。沙宝。沙宝嘛，干啦的，都在念。我是来自也是屏东雾台乡的卢凯族，叫老鼠。谢谢。突然安静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不要自我介绍了。状况最好的吉他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县雾台乡神山部落的，我的名字叫做苏拉，谢谢。你先好的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西马兰部落阿美族老外，我叫老外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竹县五峰乡在村70-127号。倒数第2个巷子口，找不到，我家唯一那个五峰乡唯一卖乐透的。如果大家有去五峰的话，可以来我家捧个场。我叫喇哇，我是蓝星乐团唯一的女生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了，好，拍手一下，要多拍手了，不然很冷的。你们台下很冷吗？哦，好，谢谢哈，此时无声胜有声哈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起做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后面那个你不要看计程车，他们停那边，他们其实要看。已经有人躺下了，大家一起做嘛，集中一点，对，因为你们站着会更冷，因为它风在高度50公尺以上，还50公分以上，我们大家一起坐下好不好？我们享受一下。男的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从外地来的？你不要跟我讲说长滨的那个是台东县的，有没有台北的？台北哪里？哇，1、2、3、4、6万人哦，有桃园的吗？哎，是啊，怎么都是那边？过来嘛。叔叔阿姨要不要过来？是。好了，他说他们先恩爱一下，今年10周年。还有哪里？台中。新竹。哇，台中啊，拍手一下给你们哦。高雄，高雄拍，哇，高雄。哦。还有哪里？有来自台东的吗？有没有来自台东的？更远了。台东的举手。辛苦了。昨天有遇到从日本来的，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从国外的？应该没有了哦。哪里？绿岛不算哦。哪有算啊？哪有？我啦，好了，还勉强。好了，接下来第2首歌曲哈，是我们阿美族的歌，它叫蘸酱歌。那它的翻译，等一下我们会翻。它是阿美族语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意思这样。然后它就是我们老人家，我们阿美的老人家很喜欢葱啊，有没有？蘸那个什么温酱，那个台语怎么叫那个蘸酱？温料啦，温酱是开车的。温料，你们要纠正我，温料了这样。然后我们叫 denas， 叫 denas， 大家学习哈，等一下我要抽背哈，会有神秘小礼物。我的接吻10次，我为大家带来蘸酱歌，掌声给我们鼓励的。
阿美族的青年很会抓鱼。阿美族的少年会抓海边的那个无限的山路，阿美山麻烦了，你达拉嘎。阿美族的青年很会设陷阱。好，该有一山路，阿美山麻烦了，哎呀，你不能是阿美族的女生还会拿灯芯。三项。谢谢各位，介绍一下我们的守护神尔夏，这是我们女主唱的那个儿子。这是我的狗狗，它从新竹来的。对，尔夏就是泰雅族的话，水的意思 ，water，you know water，W-A，OK， 之类的。二下，尔夏 ，is 尔夏 ，OK。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啊，太厉害了，我们请女主唱来介绍一下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那个一个卢凯族的长辈许敬德的一首歌。那刚好这首歌歌词有提到就是比较偏那个泰雅族的一些词，所以而且旋律非常的好听，就是它其实歌词是在讲说在思念一个人，然后用很轻松的旋律去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想你》。好，开始。
心里有着无限的惆怅，想你的心越来越深刻。亲爱的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看到越来越多人离开，我们开始拿出大绝招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很多状况你自己。现在我们来进行摸彩的活动。什么时候有我们要摸出的是，因为我们部落有没有那个活动，很需要用抽彩，那个抽彩摸彩，留住人啊。对啊，想要留住人呗，嗯。但是我们今天不靠这一套，我们用电脑摸彩。我讲的是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啦，接下来这首歌跟前面3首不太一样。哎呀，我们蓝星乐团就是山峰蓝的蓝，温馨的馨这样。我们 FB 有粉丝专业了，专业了。麻烦去点个赞好不好？缺水很严重啊，目前干旱那样。上次看是有6个人按赞，希望大家按一下哈。其中有2个人是我们自己按的，另外4个是那2个人的亲戚。真的啊，还是要靠亲戚了。那这首歌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创作团，那我们也是在地，那也有来自屏东，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，像老外就来自新竹。那因为我们因为喜欢音乐，那就聚在一起这样，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东西融入在我们的创作里面。那我们也有族语歌，也有国语的创作这样。那这首是族语的，是阿美族语。那因为有点感叹，我们的自己族人的子弟已经对自己的文化认识没有那么深了。那他们都很会那个 hip hop 有没有？还有那个韩语的歌有没有？那个少年时代啊、妇女时代之类的，他们很喜欢那种的歌这样。然后我觉得，他们可能上课的英文单词背不起来几个哦，可是英文歌他喜欢的英文歌，他就可以倒背如流这样，哇，就知道歌曲的力量很大。所以我曾经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古调融合一些他们现在接受的流行元素，这样融合在一起，这样，其实我们的古调也可以很流行，这样。然后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我们的人不要忘本，这样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有点摇滚、有点蓝调、有一点点的嘻哈的 I Miss Rap， 谢谢。
谢谢。其实你知道我刚刚在唱什么吗？其实在骂人呢。没有开玩笑。欢迎大家上网去看，搜寻蓝星乐团，然后打好冷，然后打 Amis Rap，AMIS Amis Rap 就是 RAP 嘛，我拼对吗？哈，对 Rap Amis Rap， 也有很多更好听的歌，待会我会介绍这样。接下来这首歌不得了。很冷耶，你们不会冷吗？如果冷，你们就动一动好不好？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如果你冷》。只需要你知道。真的很冷。好，来我介绍这首。好，这首歌呢，跟刚刚有点差很多。这首是比较抒情的一首歌，然后是我跟阿里奥一起完成的。就是他先把曲做好之后呢，然后我就把词填进去这样。那其实大概是在讲说，就是如果就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啊，就不要太在意别人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就好了，这种之类的。按照它就对了。英文叫做 Let it be， 是这样吗 Let it be。我乱讲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们开始了。好，谢谢。
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也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建构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突然间发现，不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那是我学会，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要是我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好听哦，哎，她是我们乐团里面唯一的女神，因为只有她一个是女的。没有啦，她唱得很好，这样。然后那个作曲的也是蛮厉害的。对，作词也是蛮好的。还是，其实那个编曲的也不错，对对对，哎，有在啊。其实那个灯光叫的也是不错的。其实刚哥也很不错，哎。好了，好，我们掌声谢谢我们今天的音响公司 AK 公司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刚哥，谢谢了。其实我们真正的声音不是这样，他有用效果器，他有帮我调那个陈绮贞的感觉。他有帮我的声音调成汤姆克鲁斯，那是造型师，好吗？那是约翰走路，不要跌倒。好了，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，等一下这首歌唱完，我们会休息一下下，补充能量，充电之类的，待会还会再上来。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，有一个歌星哦，他在50、60年代很喜欢用那个
卫生纸绕还是围巾，白白的披在肩膀上。他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对，刘文正。对，他有一首歌，那个部落很喜欢唱这首歌，投10块可以连续点5、6次这样，50块也一直点那首歌这样子，就是难道没有别首吗？就是没有别首，就那一首这样。他的版权也赚了不少啊。哎，是好，我们今天给他稍微改变一下，一点点这样啊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迟到》。耶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他比你先到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他比你先到。好的，温柔又可爱，美丽又大方。我知道有一天，你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，不能分享。对你说声抱歉。那么掌声欢迎周周边吉他手 solo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想到这个舞蹈了。你们会唱吗？姐姐唱不到好不好？我相信哥哥姐姐没跟我唱。我的他，温柔又可爱，美丽又大方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心中有个他。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，不能分享。对你说声抱歉，对你说声抱歉。变节奏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这首歌还有3个小时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对你说声抱歉。对你说声抱歉，对你说声抱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谢谢，10分钟后见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声音给蓝星乐团一个尖叫声！
是英文歌曲，不管是任何团练歌曲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欣赏。接下来就用各位的掌声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蓝星乐团尖叫声，舞蹈大声，掌声加尖叫！楼上的朋友，哎，最好是听可以得到。下来喽。现在还有开放退票。哎，真心我们什么时候会唱英文歌的了？你们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蓝星乐团。对，刚刚是我们，现在还是我们啊。接下来又是老歌接力，为大家带来欧阳菲菲姐姐跟叶爱玲姐姐唱过的一首歌曲，哎，叫做《雨中徘徊》。哎呦，好的。有听过吗？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喉咙有点怪怪的，因为还缺乏祖灵的滋润，所以可能唱的不好，麻烦哥哥姐姐们一起跟弟弟一起合唱好不好？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找寻你的行踪，大街上、小巷中，到处雨蒙蒙，在雨中，我的心事也匆匆。今夜我要找到你来跟我诉说情衷，在雨中找寻你，找寻你的行踪。找寻你的行踪，大街上、小巷中，到处雨蒙蒙，在雨中，我的心事也匆匆。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。欢迎我们最白的吉他手。心事也匆匆，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。谢谢各位。有空到部落的10块钱投币投一下，77382这一首。小心很会吃钱。钱柜的系统不一样是67428。你等一下再问我这2个号码，我会讲完全不一样的答案。对。好啦，这首歌叫《雨中徘徊》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，给姐姐们按赞哦。还有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了。还有我们的歌都蛮难唱的，
这首歌有点趋近于法语的感觉，但是它是阿美族语。因为我本身刚好我的工作性质的关系，常常每天要跟一群小朋友在一起这样，然后这首歌是跟他们上课的时候，不小心他们又让我重新唤起这首歌曲，它是一首童谣，6个字，6字真言是吧？然后我就给它融合在一起这样。我爱融合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这首歌它叫娃娃，娃娃在阿美族的话就是孩子这样。哦，记得哈，刚刚教你们等那是问讲嘛，不问了嘛，问了，然后再来是娃娃，就很简单，娃娃孩子。哦，好，你给点反应嘛。不是，是，谢谢各位。我以为你说台上的，抱歉。你们台上的都爱睡觉的哦，好了。他们说等一下会没电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《娃娃》，谢谢。孩子，你是阿美族的吗？是啊，我是真正的阿美族。娃娃啊，那你穿你呀罗伊苏。孩子啊，你来自哪里呢？那你都里不你呀罗啊，我来自杜利啊。那就问你。开心了吧？你们平常都吃哪些菜？欧迪亚菜跟那个猪肉生的腌1个礼拜以上的那种。你们平常最爱做哪些事情？喜欢抓鱼跟被鱼抓。
不要害怕，哦，热身一下准备哦，等下吉他结束我们就唱大声一点哦，唱走音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旁边有人叫你揍他，5、6、7起来。我们再说，跟我们一起唱，不要害羞，再一次。可以给自己拍手一下吗？恭喜你们学会了一首阿美族的童谣，带回去吧，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哎，厉害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比不简单还要厉害。这首歌是我们很怀念的，不是很敬重的长辈，他还在哈，他叫陈建年大哥，大家应该知道，他有一首歌在下雨的时候写的，那首歌不简单，很厉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位团员他要来唱这首歌曲，这首歌名叫做《雨与你》，蛮老舍的雨 ，rain，you know，OK， R 开头 N 结尾的吧，应该是。那下雨的时候 ，and you，yes，rain and you，yes， 对吗？对吗？对。Sorry，蛮个的信息非 OK。然后这首歌我们有稍微给它一点点的改编，我们今天就是走怀旧风格这样，稍微给它一点点的改编了这样。雨与你，谢谢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老祖。
谢。有看到他吗？有跟人打针可以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要让大家陷入一种另一个层次了啊！接下来为大家带来，又是小弟我的创作歌曲了，又是阿美族的歌，可是这首歌来不及翻译，大家就凭感觉好不好？这首歌它叫做《潜水》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为大家带来这首《潜水》，谢谢。Ora, se gana pazzi.
刚好给我们灯光按掉的。其实我有跌倒，刚刚，然后刚刚那首歌也在某一次比赛，不小心拿到了，有照片呢，不小心拿到了冠军这样子。就是少华很激动的照片。但是我们听到别的乐团啊，第2名不是我们，第3名不是我们，很紧张，第2名不是我们啊，想说算了，也是当做经验了。就第1名的时候，第1名是蓝星乐团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冲出来，啊杀！就是他，有照片的，对，他的眼眶放红的，而且他冲出来说啊，奇怪，其他人怎么没有冲出来？因为我们在后面，我们不敢相信，怎么是我们冠军之类的，还吃槟榔呢，在台上这样，还捂住嘴巴这样，不好的示范了，道歉一下。没有，就是完全没有料到说会这样子这样，然后就因为这首歌这样，还有另外一首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。也是我们的好兄弟哦，小卢凯乐团，团长兼主唱兼团长兼吉他手兼主唱兼团长。对，他叫喇叭告，我的亲爱的学长跟哥哥。那他有一首歌已经变成国歌了啦，我觉得就是网络上都在点他的歌，甚至连梁文音都把他这首歌纳入他的新专辑，就是这一次的慢情歌里面第5首还是第6首。然后今天我们就请老蛙来诠释这歌词里面的姑娘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《卢凯的姑娘》。
觉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喜欢看着你配对白头发，在舞圈里飘舞。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。喜欢看着秋千摆动后很羞涩的模样。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。谢谢各位今天来捧场。接下来要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，也是我们唯一一首在好乐迪跟钱柜真正点得到的歌。这样，如果大家听完，等一下我们唱完的时候，你喜欢，麻烦捧个场，按一下3328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是不是这个号码？我不知道了，我随便一个编，反正真的有你打蓝星乐团唯一的一首歌，它就出来的。那这首歌是在描述一个真实故事，一个男生在等待一个女生能够跟他接受他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女生也在期待这个男生跟他告白，然后我刚好是中间人，这样就莫名其妙在工地的时候是完成了这首歌。本来要写得很悲哀，但是因为那天有不小心哪里来的精神性饮料，让我找死了，让祖灵住进我的喉咙，滋润了起来，让我的心窝展开了花朵。我的天哪！哦，你比西文厉害呢哦！哎呀，厉害！你哪壶不该停哪边？就是这一边啊。哎，是啊，我们的成语不见不一样。其实讲错了。好了。就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算是我们谢谢各位能够来到这边这样子。然后，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刚好是路过啦，没有啦，就是很感谢你们愿意让你们的时间浪费在这么美好的事物上，给自己拍拍手一下。也许过了几年，很难得再听到我们这种乐团哦，很难得有，希望啦，那一天我们能够开演唱会，但是希望台下的观众不要只有2个人这样。OK 了，好，话多了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，拜托大家点一下啊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等待与期待》，谢谢。很帅呢，贝斯手。有没有？哎，我们首先给贝斯手掌声鼓励一下，超帅。我
一个男孩，他叫做阿廖拉，我布莱德比特，他等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他表白，只是他还在心里过难关。我勇敢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。 幸福的感觉。献给朋友们，新年干杯！谢谢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很过分呢，我们没有准备 uncle 呢。你以为我们是主流的乐团吗？那你们来首。没有了，我们没有呢，怎么办？还是你们晚班加酒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讨论一下吗？一下下好不好？讨论的时间是留给大家尖叫的。好 ，uncle 特别一下哦，我不晓得昨天有没有人去过铁花，没关系，我们的 uncle 的梗从来不会重复。
今天破例，今天非常不一样，今天鼓手跟主唱交换位置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我们的鼓手带来这一首歌。记得麦克风的高度要调一下。哇，那么高啊！真的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好。新年快乐！好的，就是带来这首歌曲是那个讲话短一点。好，王洪恩的《赚钱歌》啊，希望今年大家都赚钱，赚大钱。对对对，OK。哎，真的讲短了。介绍一下你自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外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老外就是阿美族脸部的意思，脸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大家注意保暖哦，不要冷到感冒了。好，你手讲话就，你手讲话就不会有冷气了啦，冷气关掉好不好？啦，好的，那这首《赚钱歌》，谢谢。
掌声，谢谢蓝星乐团，谢谢他们。在2015年的第2天，为我们带来这么热情、这么温馨、这么多感动的音乐。现在呢，我们呢就再一次用我们的声音来谢谢蓝星乐团尖叫声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哇哦，你看看我们来自各个部落原住民的乐团呢，一样可以带来给大家不同凡响的一个感受。好的，接下来。